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国情啊，定定咧讲，台湾有读册音，有讲话音。敢若咱讲即个说，解说的说，甲小说的说都无共。看到这幼囡仔即摆学校教甲遮好，我想到过去戏台顶一句话，讲叫做“米先生，手后生”，先生不急后生长。听白话来解说，就是讲目白先生出世就有目白啦，但你喙修吼后尾才生啦。啊，毋过你甲想啦，先生的目白发甲一站就动起来啊，喙手有在条发甲呢，长。敢若即个先生甲后生，即个后原来有在条听白话甲文言呢。若读册音后生的后，这毋免有啥物争议。毋过若讲话音后者就有两字后，一字是讲吼后壁迄个后，像讲咱台南昆宾伯啊，关君美就住伫后壁。台湾农宽总会会长都捌带我去甲拜访咧。后壁的后嘛是讲叫做后，共即字啊，另外佫一个音。朋友你甲想看觅，后生即两字改做白话，另外一个音就是叫做后生，对啦。老爸甲后生迄两字后生，都共款安尼写。国情啊，你咧讲米先生、手后生，打你是要表示啥？煞毋知影讲。戏台顶即句戏文讲到尾啊，先生不急后生长，就是讲吼后生可畏。看这幼囡仔，我嘛心内感觉讲安尼，真尊重。即个畏毋是讲会惊，是讲会存会敬重。像讲咱公司台语台下暗新闻的主播郑家豪，虽然伊减我的岁，毋过我着对伊真敬重。伊会当讲是各种的台语的研究诚深嘛。另外。大家拢共款24闪生过365天，到底是安怎样讲？讲吼，人伊就会当遮认真，造成甲互你后生可畏。你家己有咧拍拼无？硕士新闻内底原来一句话咧讲时间大家拢变济啦，讲公道世间为别法，贵人调上不沾扰。安怎样解说呢？讲世间上吼，为就是白头毛上界公道啦，因为吼。无论富贵人家，还是善家人，拢无可能讲甲你撩下，互你轻考。时间到啊，头毛就是会变白，你讲看有影无？若干呢，咱就要反省啊，咱就要底甲讲，人若一步行，咱就要三下走，咱就要比人搁较拍拼。时间真公平，公道世上是为别法。毋过原来另外一款人，伊吼自称其名，拢感觉家己足敖的啦。感觉家己安尼逐项会啦，所以吼，你着一句话，硕士新闻咧，甲你囥啊呢，你毋通感觉讲家己敖，无影敖啦，你毋通讲家己早出门啦，莫道滚行走，即个走就是读册音啦，经有做行进，你毋通想讲哦，你安尼一透早就出门啦，敢若外敖拄外敖咧，做了真才情真本定啦，比较你搁较早起行的人，搁有咧，所以吼，咱读硕士新闻。反省讲，到底家己的人生要安怎样去行，要安怎样去面对，学问也真深。